裏邊咧一堆餐廳人都冇幾個㗎，咁你諗下嗰把刀斬得狠唔狠啊？好多朋友啦會問南哥啦，喂，下龍灣好唔好玩？其實南哥一直都有做下龍灣河內呢條線㗎嚇，但係點解我一直都唔主推呢？首先第一個嚇，下龍灣佢似啲咩地方咧？個景係似少少廣西，但係喺海上邊。但係因為呢個縣城底實在太細，亦都唔係話好多特色嘢，消費又比較高。佢適合啲咩人呢？就係你純粹可能帶一家人3日 hea 嘅，4日你都頂唔住㗎啦。3日2夜基本上我覺得係下龍灣嘅極限嚟嘅。去到嗰度食嘢，如果你冇對比就冇傷害啦。無論喺中部南部都好啦，選擇都係多好多。下龍灣因為佢嘅起步咧係做純旅遊線，亦都係我所講嘅湯豬線啊，所以咧裏邊咧一堆餐廳人都冇幾個㗎。咁你諗下嗰把刀斬得狠唔狠啦？第二個嚟講嘅話咧，嗰度食嘢咧係好淳不越，因為咧佢係冇直接嘅機場，對於好多跨國嘅文化咧嘅 remix 咧，其實係冇中部南部咁好噶。咁當然啦，佢有一個好大嘅優勢，佢近我哋廣西嘅關口。如果我哋喺廣西咧喺東興過去咧，去下龍灣大概係2個零鐘頭，就已經可以去到下龍灣 hea 翻2-3日。當然記住，如果出海坐艇嘅話咧，你就千祈唔好揀啲平平蓋艇啦，因為咧錯到你咧人都暈啊，時間預鬆啲，個預算預高啲，坐翻啲豪華遊輪，食住玩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噶。帶小朋友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好最好嘅體力。如果唔係咧，入到第一個山洞咧，由底行到頂再行翻出嚟嘅話咧，基本上其他島你已經係頂唔住噶啦。